来关心国际消息，美国受到一阵北极风暴影响，北部各州创下温度上低纪录。全美国有8成的所在拢伫0度以下，有几万户停电，即飞联机航班嘛取消。另外，爱荷华州共和党的总统初选，即选民恐惊到无法度出门投票。美式脚球 NFL 水牛城比尔队主场海马克体育场，积雪有到60公分悬。就算比赛场地已经清理清气，不过观众席的雪也是厚嘟嘟。甲雪集中去球场外口，嘛有到1.5公尺悬。这届为了增强而且冻真久的北极寒流，当侵蚀美国中西部甲北部，而且是真危险。有80%的所在温度伫摄氏0度以下。为奥勒冈州到密西西比，15、16这2天，按算会有超过140个甲低温有关系项目会破纪录。孟菲斯、达拉斯、跟纳许维尔的气温按算会至少连续72点钟维持伫0度以下。美国目前为加拿大边境到墨西哥边境，有超过1亿人伫当局风寒的警报当中。国家气象局提醒，若是一定爱出门，千万都爱穿护袖。这种霜风烫骨的天气嘛，夺走人命。阿肯色州一架车伫浙西高速公路咧驶，无细时厝链抓弄着一丛树仔，有人不幸过往，嘛有人受伤。南达科他州的气温降到零下45度，这个气温伫5分钟内就会甲人冻伤，而且就算伫美国南部的德州，嘛因为极端的低温，电力的供应嘛真严。因为上德州电网，请德州人伫15、16这2天早起都爱较省电的。政府机关至少伫16早起进前嘛爱尽量省电。密西根州、纽约州、宾州甲威斯康辛州发生大规模的失电，影响几万人。另外，全美国各地机场拢受到影响，有飞联机的机座取消或者是慢飞。另外，还佫有几个州的学校宣布停课。这届极端的低温，还佫考验爱荷华州共和党总统的初选。伫寒湿湿的天气，百姓敢样愿意出门投票？公司新闻，黄文玲编译。